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政策法案，有部分条文有做修正，接落去会交予参议院来做审理。第59届金马奖就要伫11月19来举行，即阵传出香港电影协会要求香港电影卖来参加。纽西兰伫5月发生离境这个皮箱案尸体案哦，2个囡仔被发现伫皮箱内底死亡，即阵凶手败死伫咧南韩被抓着咯。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天30分钟，和你讲做国际新闻通。首先，就来关心咱讲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7票赞成，对5票反对通过台湾政策法案，所落去就会交予参议院来做审理。只是咧，唔是本地法律拢总来通过，有部分条文来做修正，其中包含咱讲的这驻美代表处要求改名后来被列入去讲这个国会意见建议性的这个表达。另外嘛，讲到台湾指定做非北约盟友条文被移除啦不如个会用同款的地位来对待台湾。除了本地已经有4档45亿美金这个军事援助，美国伫第5档咧，佮增加20亿的这个援助，要建立军事合作训练的机制。另外讲到外交部，伊强调讲未来会继续来关心后尾进度，也会和美国国会来保持交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美国时间14号以17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加授军事的台湾政策法案，所以会送参议去全院审议。这个法案被看作是1979年以来上全面中正美国对台政策的法案。提案的参议院外委会主席贝南德斯认为讲，这当强化对台湾的安全援助，嘛未改变对台政策。Does not change our policy to Taiwan as it exists today, but it gives greater clarity about our willingness to help Taiwan. 进前白宫是传出讲，正烦恼台湾政策法案部分的内容。各民主党议员嘛投反对票，代表性的条文都有一寡调整。驻美代表处要改名嘛，改作建议的性质。提供台湾军事用资是无变动，等到加第5年20亿美金。但是本地要互台湾非北约盟友的地位，是改作当顶的台务，无处理甲遐尼清楚。外交部将持续关注台湾政策法案的后续进展，并且将与美国国会以及行政部门维持紧密的沟通，期待在本届美国国会的有限会期中，能够促成这项立法。法案刷落来是需要参议院通过、众议院通过，总统签嘛才算是完全过关。再来伫明年1月，本届国会基本进程来完成。总统府嘛感谢美国参议院，搁一摆登跨党派对台湾的支持。但是中国外交部嘛表示强烈的不满，反对到底，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中国会看法案进展的状况和落尾的结果，来采取必要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回，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政策法案，国内朝野党派拢是真肯定的啦吼。讲到几啊位民进党立委就认为讲，这是台湾关系法以后上届挺台湾的法案。只是讲咧，台湾政策法被当作是合着联合国2758号决议，可能影响到中国的一中原则。有学者表示讲美国并无改变台海的政策。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台湾政策法，互人当作代表美国国会对台湾安全的支持甲承诺，也引起国内正大的关心。部分朝野拢肯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乐见这个成果，民进党立委讲，这是伫台湾关系法了后，台美关系进展上明显、上挺台湾的法案。主要对于台美实质关系的提升，对于区域安全的维护能够有增进，我们都是表示欢迎。法案非常重要。将是美国最挺台湾的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台战略要明确，不能再走模糊空间。时代力量党团是讲，法案代表台美关系正常化，建立台美军事合作机制。民众党团提醒，美方提供军援资金，暗过法案也有可能引起中共对台国提出制裁。台湾政策法牵涉到联合国2758号决议，达到中国红线，可能失去一中原则。它只要涉及到台湾的问题它就会跳脚。但是如果你这个客观的来看待2758号的决议文，客观的来看待美国长期以来的这个所谓的台海政策，在这一次的台海政策法当中，美国并没有去改变既有的台海政策跟所谓的现状问题。所以目前来说，它的版本是把一些地方稍微用比较模糊的方法去处理它。
但是这个整个立法过程目前才刚刚开始，因为也要看众议院的版本如何。法案也正式表明，强调决议并无处理台湾代表权问题。学者王信贤是讲，美国就两岸关系走向战略清楚，美中战略竞争进入实代法理竞争的阶段，后续心理一定会让美中台关系更起波浪。记者综合报道。第59届金马奖就要伫11月19来举行，即阵传出香港电影协会要求香港电影卖来参加。讲到2018年的金马奖，台湾导演伊就讲到趁这个机会啦伊讲毋望咱台湾会当当做是个独立体。一当了后，这个中国电影局地这金马奖，甚至咧伫同一个时间，佫办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来相对抗。讲到2021年咧，香港电影《时代革命》得到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嘛，互中国官方真正惊吓。讲到即阵，香港电影协会理事长伊就讲这金马奖咧有未少的这个政治言论，包含台独的这内容，即阵讲闪避一下啦咱这个陆委会也回应讲，永远欢迎好电影。金马一委会也讲这个门会为各地头好的华语电影，毋望拢总来参与。金马奖颁奖典礼会伫11月19举行，香港影视协会用一个写配合会员，可劝因若是要参加金马奖，就要三思，避免牵连受采用。不过去年以香港反送中运动正做背景的电影《花果飘零》，摕到最佳导演的罗督尧已经提早来台湾，当伫找拍后一集的灵感。是从而且他乡的季节开始，我们一直跟台湾都是有很多的不同情况的交结的。2018年以咱的青春伫台湾，摕到最佳纪录片的台湾导演布如，伊发表感想的时阵，讲到毋望台湾互看作是真正独立的个体，去达到中国的尾流。做安尼，这个影片也有相关的人员，就互禁止参加金马奖。最近这几年来，香港嘛对中国做抵制。现在很多纪录片来讲，剧情片，尤其香港出品的，很多都是跟政治氛围是有关系的所以变成就是它也是一个地雷区了。所有事情一牵扯到政治就没完没了了，也所有的话都没有意义。那我觉得影展的本质就是说，如果这个任何一个影展可以做出它自己的特色，其实不必去顾忌到某些政治的背景。原本是影视艺术交流平台金马奖，去互中国看作是政治化舞台。学者认为讲，香港影视协会自我审查，对中国做抵制，这个举动是中国一直抵制民进党的行为之一。他背着你办的任何的国际的活动，坦白讲，他们是没有资格去做限制，是他用先说嘛，威胁嘛，意思说你去的话，你自己看着办。中国各台办14表示，要抵制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因后陆委会回应讲，会永远甲双手摊开，欢迎好的电影。另外，金马执委会讲，欢迎各地华语电影做伙来参与。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关心维吾尔族人呢被侵害后面禁止强迫落单产品。韩国朝鲜日报是报道，中共第3号人物咱讲是栗战书，即阵伫咧韩国来访问参访相关的企业，按照马仔特别和南韩总统尹锡悦来见面。美国 Times 报道是讲呢，乌克兰大反攻即阵有15万名乌克兰人咱讲被过去这罗西亚占领，即阵被释放出来。另外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美国铁路工会即阵按算犯人运作大罢工，拜登的政府惊这通货膨胀危机，抢权即阵赶紧来介入。上尾看到 Washington Post 报道，美国警察过去济不当的这个行为，例如诉讼也好，赔偿成本拢总提权。即阵保险公司要求警察，你就要来解决，无特别解除保险的这个合约。继续带大家来关心，这个巴基斯坦进前讲到造大水已经造成1481个人死亡，水阁也未退。就连巴基斯坦政府继续来警告，大水恐惊会6个月才会来退一寡传染病，亲像天狗热，即阵已经开始咧传。伫新竹省的这间病院，真侪囡仔因为肠胃炎、闹下断气，这个咧困的查某囡仔输上诉医院喘得真厉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巴基斯坦经过历史上上严重的大水灾，超过300万的囡仔伫疾病、毒水、营养不良的风险当中，真需要人道救援。वो क्रिटिकली सिक कंडीशंस में आ रहे हैं, सीवियर डिहाइड्रेशन, हाई ग्रेड फीवर में आ रहे हैं, क्योंकि ट्रांसपोर्ट बंद है, तो जब हमारे यहाँ पहुँच रहे तो बच्चा काफ़ी 水车水也无清气，不过民众也无法度。我有他doctor 问的，我
根据巴基斯坦卫生官员发布一份报告，9月7日受灾上严重的性急性，通报超过9万例落下病例。上大都市克拉齿医疗院所天9日病例也增加真多，今年病例比去年悬出50%。为小众病性大的临时布棚个较多马拉利亚病例出现。巴基斯坦北部山区创纪录落雨，加冰山引起造成大水灾，道路、厝、农作物等拢被冲坏去。受灾上严重地区大水恐计6个月才能消退，高算也有3300万人受影响，目前高算损失超过300亿美金。官员进行针对国内81个灾区强行药品加派医护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顶礼拜去巴基斯坦，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当时指出，巴基斯坦的碳排放量相对较低，不过依然承受气候变迁真大冲击。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之前咱有报道过哦，伫咧 New Zealand 顶个月离境的这个皮箱尸体案，2个囡仔被发现伫咧皮箱尸体内底哦。即阵凶手拜是伫咧南韩被抓到，韩国警察厅就指出，这个嫌犯是一名42岁纽西兰国籍哦。咱讲韩国的这个妇女啊，就可能就是2名死亡囡仔的这个老母。不如果这个嫌犯无承认犯案，New Zealand 警方也已经申请该引渡登去来受审判。看到嫌犯行出来，媒体记者拢冲过去。纽西兰顶个月是传出有2个囡仔遗体放藏伫行李箱，恐怖的凶尸命案，经过跨国调查了后，嫌犯15号伫咧南韩放掠。韩国警方15号透早伫咧东南部的城市蔚山抓到这个72岁、伫咧韩国出生的纽西兰籍妇人人，伊敢若就是受害囡仔的妈妈。囡仔的爸爸伫咧几年前因为着癌过身，阿公阿嬷是共款住伫纽西兰。嫌犯是涉嫌伫咧奥克兰杀迄当阵敢若7岁含10岁的囡仔了后，2018年逃去南韩美甲打。这个案件会别开，是因为8月时阵，奥克兰一个家庭对一张仓库的拍卖会买规车的牛米，转去了后拍开行李箱，竟然是发现人的遗体，加马上报警察。警方甲遗体送验，确认死者是2个囡仔，死亡的时间已经几6年。研判嫌犯可能已经逃去国外，发布国际通缉令来找凶手。经过1个外月调查，总算是抓到人。纽西兰的警方已经甲韩国申请，甲嫌犯引渡转来，调查犯案动机和过程。公司新闻陈婉玲编译。国际上要紧，带大家来关心这个瑞典国会大选，即阵咱讲偏左联盟哦，敢若摕到173席，输予右派阵营的176席，会当讲是瑞典政坛大变天啦。啊，咱讲女总理哦 Anderson 拜三伊承认败选，过2天来随辞掉这个总理的职务。其实这已经毋是伊头一届来辞职咯。过去咧上任无几点钟久哦，就因为预算无法度通过来辞掉职务。但是咧1礼拜后，国会搁甲定选哦，伊搁选调总理。啊，即阵是因为败选来辞职，要上台。咱讲这右派联盟是由这个瑞典民主党、温和党、基民党甲这个自由党4个政党来组成。其中右派这个瑞典民主党即阵正做是第2大党，但是这个右派阵营内部要受一寡争议，会互温和党来筹组新的政府。去年11月上台瑞典历史上头一个女首相安德森14暗召开记者会，宣布国会大选99%的选票拢已经统计完成，无啥可能会出现变化，会当确定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左派联盟，因为差3个席次，所以无法度继续执政。伊会甲首相的职务辞掉，并且伫国会扮演在野党的角色。De 4 högerpartierna ser ut att ha fått knappt 50% av rösterna i valet och i riksdagen har de fått 1 eller 2 mandats övervikt. Det är en tunn majoritet, men det är en majoritet. 这届大选左派甲右派2大阵营的竞争是真激烈，双方伫咧帮派犯罪、移民甲融合，也有电钱直起等等的议题激烈交锋。温和派克里斯特森做内阁若是有顺利，会成做瑞典历史上头一个甲极右派结盟的国家领导人。It's a sad sign of the times that we're living in, that they can profile themselves on scaring the people with that where it's unsafe to live in Sweden with all the criminals and all the activities and so forth. That only affects about 1 or 2% of the people of Sweden. Most people, they live a very, very, very secure life. So how they can win an election on that? It's ridiculous. 右派联盟的成员除了主打法律甲特殊，
有新纳粹主义背景的极右派瑞典民主党以外，也有自由党、基督教民主党。政治色彩属于中央偏右派的克里斯特森，中学时期就对政治有兴趣，捌做温和党的青年干部，已经结婚，而且请养3个为中共领养的查某囝。英国伊捌讲绝对袂甲极右派合作，不过连续失败2届了后，开始专心伫右派，也有极右派选民关注的议题，答应会整顿治安，解决瑞典高失业率、欠助产师，也有学校教室乱糟糟等等的问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英国女王 Elizabeth 2世19就要伫伦敦来举行国葬，美国总统拜登翁仔某和全球500位这个政治头人拢会来悼念。女王这个大厝13夜来到白金汉宫，14要移灵到西敏厅，互民众来追思。有民众是在拜10外点钟，才能看到女王的最后一面。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灵柩放伫英国王室古早的火炮车顶悬，偷偷离开白金汉宫。当地时间14日下晡，女王的灵柩驶灵到西敏厅。女王的4个囝儿逝世，国王查尔斯3世、安妮中公主，还有安德鲁王子、爱德华王子和威廉王储、哈利王子，这个王室的成员，因对伫个灵柩的后壁来陪伴女王。伦敦市中心的香槟边啊，人嘛是徛甲叉叉叉，要来送女王最後一程。There was a real sense of people wanting to mark a moment in history, whether or not they, were huge fans, I guess, of the monarchy. There's a sense of this being a real historic moment. 女王的灵柩伫个13用皇家的空军专机为苏格兰爱丁堡飞到伦敦，完成伊最后的一程飞行。差不多是3点钟的旅程，有超过500万的人来追踪，打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伫个8月来访问台湾296万的纪录，创下历史的上悬。简单的仪式了后，西敏厅对外开放，予一般的民众买当来遮吊唁女王。一天开放23小时，拢总开放4天5暝，一直到19国葬迄天的早起。No, never. First time, but I think we both felt like it was exactly where we wanted to be today.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me. I've had the Queen in my life. She's been immortal, I think, and it's hard to believe she's gone. And 因19个国葬已经发出邀请函，有真侪国家的元首方要求讲唔通坐专机来遮，并且伫个当天嘛会来安排专门的马术来到现场。参加国葬的王室包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遮的和女王有血亲关系的王室，特别是日本天皇，还有皇后雅子嘛会来参加。这是因坐位了后头一遍来出访，显示讲两国的方式因的交情真深。另外，美国总统拜登因翁仔姐，还有大英国协的元首、澳洲总理艾班尼斯、纽西兰总理阿尔登，这些拢总有500个国家元首和政要会做伙来参加。不过，俄罗斯、白俄罗斯因为因入侵乌克兰，无受到邀请。另外，缅甸、叙利亚、阿富汗嘛拢无甲邀请。伫个19这天的国葬，包含麦当劳在内，有真侪间企业拢宣布要休困，也是讲延后开门的时间，安尼通互员工伫个这天会当和女王来相时。国王查尔斯3世嘛批准讲，这一日全国放假1天。公司新闻郑怡仁编译。搁来看到中东国家黎巴嫩发生经济危机以来，政府甲人民的这存款并起来并3冬之久哦，真侪人是强要活袂落去。就一名女子咧，10时带领基层人士冲入去首都贝尔一间银行内底，摕囡仔钱，要求要领钱啦吼，讲是要为着着监的小妹付医药费，领到13000块这个美金了后，就做伊逃走，全程拢透过直播来放送，得到未少民众来声援。当地时间14号早起11点，前乌桑的妇女哈菲兹和一群激进人士入来到贝鲁特这间银行，要求要领钱。伊摕手枪冲入去经理的办公室，其他人是泼汽油，现场的人看到是大声叫惊甲。老尾因是摕13000块的美金现金和一寡当地的货币，拍破银行的玻璃，伫警察来进前离开。哈菲兹事后是对媒体讲，伊妹妹已经调研到尾期，无偌济时间啦。伊敢若查无去别邮寄来装钱尔，来银行提供冻结的存款嘛是不得已。عندي شيء اخسره يعني أنا وصلنا للأخير من يومين رحت عند المدير وترجيته قلت له أنا أختي عم بتموت ما بقى معها وقت
من بعد ما منني 100 تمنينه قال لي انه بيقدر يعطينا. احنا لا اخذنا مال ما لنا، هيدا مال مالنا، نحن حاطينه بالبنك وعرضنا عليهم انه ناخذ يعطونا لو规段过程是经过线顶放送，存款人权益协会是出面为事件来负责，得到民众的支持声援，效费者变作社区媒体的英雄。因为经济危机以来，政府已经把人民存款冻结3年，大家辛苦钱是领袂出来，即马8达已经达9成，生活拢有问题啊！目标人民是采取行动。顶个月某一个查甫人摕钱来银行要求领钱替爸爸治病，结果互领，是因为银行撤销告诉伊才互放。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再来看到南韩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14日宣布讲，对违法收集南韩个人资料的 Google 和 Meta 公司开出这个罚款，对 Google 是罚差不多17亿的这代票，另外对 Meta 也罚7亿5千万的代票。另外讲到 Google 作业系统，因为过去拢是规碗旁这个官司咧，后面法院14也维持原判，但是小可调减罚金不如个也是赔差不多是1300亿的代票。南韩个资保护委员会为去年2月开始，针对国内外网络广告平台收集用户个资的状况做调查，发现谷歌甲 Meta 违法收集南韩用户个资，就是宣布对2间公司开罚。这嘛是南韩对违反个资法罚款上济一届。 이용자의 동의를 받지 않고 개인정보를 수집 이용한 행위에 대해 구글에게 692억 원의 과징금을 메타에게 308억 원의 과징금을 부과하였습니다. 个资保委会表示，这2间公司收集用户用其他公司服务的状况做分析，来调整家己公司显示的广告。不过，伫收集进程无明白甲用户讲，也无经过用户同意。Google 是为2016年开始 ，Meta 是为2017年7月就开始这款违法的行为。对于南韩政府罚款，Google 甲 Meta 拢表示遗憾。Meta 则表示，无排除用法律的证词证明公司的做法是符合规定。 另外，欧明伫2018年捌裁定谷歌智慧手机的安卓作业系统涉嫌垄断市场，互家己公司的搜寻引擎有主导的地位，对谷歌开罚43亿4千万欧元。谷歌向欧明普通法院要求推翻这个决定，法院则是确认原本的裁罚理由，认为欧明执委会对谷歌的分析有部分错误，甲罚金降做41亿2500万欧元，等于将近代票1300亿。 I believe that consumers would be better off today had they had genuine competition in the search markets. Had there been 1 or 2 really significant competitors to Google in the search market, I believe we would have seen a difference in innovativeness in search. 欧明执委会2018年的裁决表示，谷歌透过强迫手机制造商利用安卓系统的装置面顶，提升成谷歌的搜寻引擎等等的3大行为，进行市场垄断。谷歌对这些结果表达失望，不过案件也会当向欧明法院上诉。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 镜头来到美国，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在推动电动车的产业。拜三，伊伫 Detroit 车展试驶美洲台这个新车伊嘛宣布讲要投入9亿美金的这个资金，要伫全美35州要起50万座的电动车的充电站。 活动演演了后，讲要甲跑车开转厝，也是做 Uber 的司机，邀请大家坐新款的电动车。美国总统拜登就是前往底特律车展，一直推销电动车，同时宣布要投入9亿美金的资金兴建充电站。I'm pleased to announce we're approving funding for the first 35 states, including Michigan, to build their own electric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throughout their state. 拜登政府去年设定目标，2030年的时阵，电动车也是油电混合车，爱达到全美国新车销售量的5成，要带动销售充电的问题，都要先解决。这9亿美金都是用来建造50座充电站，不过专家是讲工程真大，都要用几多年的时间。Can you imagine trying to put all the infrastructure together in our country that is so big for electric vehicles? Not that we cannot do it, but it's going to be a challenge. 同一时间，荷兰恩荷芬理工大学团队推出一款新的运动型电动车 FAM。这种的双门电动车，唔但外形正拍，行驶的时阵也会当吸收碳。In the front, it has 2 carbon filters, which filter literally the air while you drive along, capturing the carbon, which get trapped in the filters.
FAME 的设计理念是零碳排移动，除了大部分的零件是用再生塑料 3D 打印制作，车体所装的2个过滤器，行驶2万英里会当吸收2公斤的二氧化碳。设计团队的理念是，让汽车规个生命周期为制造到回收，上大限度减少碳排放。希望这台车会当带动电动车行业新趋势。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以上就是今日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民，马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